大家好啊，我係美味假期嘅導遊黃小肥，今日帶住成班香港嘅老友記去江門一條超筍嘅旅遊線路，玩足2日1夜，團費只需要299蚊咋。呢個行程究竟包咗啲乜嘢？嚟，快啲跟住我個鏡頭，一齊出發啦！搭咗2個半鐘頭嘅車程，第一站就嚟到開平立福園，梗係要食翻餐香噴噴嘅黃鱔飯啦。仲有充滿江門地道風味嘅特色宴，保證食到你舐舐脷，食完仲想再食。食飽飽之後，就去位於廣東華僑國際旅遊度假區嘅金墟酒店辦理入住。呢間酒店喺美團訂都要800蚊一晚，而我哋嘅299蚊團費竟然全部包埋，真係抵到爛啊！金墟酒店設計風格中西合璧，融入咗嶺南僑鄉建築特色同復古裝飾嘅元素，一入去就感覺到好有格調，典雅又獨特。房間嘅面積超過咗350尺，空間闊落唔使逼，每間房都配備咗8支礦泉水、咖啡同埋茶包，乾濕分離嘅洗手間設計真係好貼心，仲有超闊落嘅衣物間，住得超級舒服。最正嘅係酒店就喺景區入面，連150蚊嘅景區門票都包埋，咁筍嘅價錢，周圍都揾唔到第二度啊！呢個景區啊，充滿濃濃嘅華僑歷史氣息，一棟棟古樸嘅碉樓錯落有致，望遠嚟睇灰牆大廈，好似喺舊時光行出嚟咁啊！牆身嘅裂紋、甩色嘅磚瓦，全部都係歲月嘅痕跡。蜿蜒水道穿過景區，水面間唔中仲可以見到啲鴨仔喺度游過，畫出細細嘅漣漪。特色當當車，當當慢行，車住啲遊客周圍欣賞風景，真係夠晒寫意啊！景區每個角落都好有文藝嘅氣息，唔少靚女專程過嚟打卡，隨手一影都靚到爆鏡啊！打卡完唔好急住走，呢度嘅表演節目同樣精彩。1600度高溫嘅非遺打鐵花，師傅將鐵水用力拋向天空，即刻綻放出漫天金光，再配上水霧光影嘅特效，打造出震撼嘅火獸表演。滾燙嘅鐵花同水霧交織，視覺效果真係一流。唔單止值得用手機去記錄，更加要親眼慢慢咁欣賞，感受一下非遺文化嘅魅力。呢度嘅表演節目真係精彩到目不暇接，摩登時代歌舞 show， 現場樂隊加埋靚仔靚女，齊齊跳出百老匯式熱力歌舞，霓虹燈海襯住復古嘅舞台，分分鐘以為自己喺舊上海嘅夜總會啊！除此之外，仲有紅色婚禮表演，以革命歲月為背景，演繹烽火中嘅堅貞愛情，每一幕都牽動人心。歸途水上實景劇以震撼嘅特效重現華僑出洋嘅歷程，帶你感受嗰段波瀾壯闊嘅歷史。玩到攰咗都唔使擔心，景區入面藏住超多嘅特色美食，可以試下用柴火慢煮粒粒分明嘅煲仔飯，焦香十足，仲有綿滑彈牙嘅鵝奶粉，鮮香濃郁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唔少嘅地道美食等你發掘，絕對包你大飽口福。姐姐，299呢條線路抵唔抵啊？抵啊！好玩啊！超好玩啊！姐姐，今次299呢個團抵唔抵玩啊？好抵啊！好正，好抵玩。